总书记非凡的雄才大略、远见卓识和领袖风范，让我们深受感召。总书记岁月不改、枝叶关情的人民情怀，让我们深受教育。总书记既部署过河任务，又指导解决桥货船问题，为我们提供了破解各方面难题的金钥匙。我们更加深切地感受到，首都工作每前进一步，金华大地的发展变化都凝结着总书记的亲切关怀和殷殷教诲。只要有总书记定向引航，我们就有无穷的信心、无尽的力量